平安对咱来讲是真，拢是咱足欢喜要得到的吼。但是咱伫主内面，咱本来就是拢有平安吼。要做礼拜之前，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上帝，阮真感谢你，伫引带阮来到你至圣的所在。阮来到这，要来敬拜你，要来学习你。阮感谢你，赏赐阮的性命，互阮会当哪来哪滚我你，互阮的性命会哪来哪认捌你，会当伫阮世上的日子，会当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主你已经将这个新的活命赏赐伫阮的中间。虽然世上有侪侪的重担，是阮无法度来担会起的，总是主啊，阮倚靠你，阮就无烦恼。阮要倚靠你来过阮世上的日子，你将阮的重担来透放，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过着自由、平安、喜乐的日子。主啊，帮助阮，互阮的目睭无看到阮的患难的事，互阮的目睭会当举目来看你，因为阮踮伫你有永远的盼望，有永远的喜乐，有永远的平安。主啊，阮今仔日大家组织来到你的面头前，阮要来遮学乐，愿阮所有的学乐，所有的服侍，拢特别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主你来感纳，恳求你的圣神充满着阮的中间，互阮所有的服侍，拢会当踮伫你来欢喜。主啊，咱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咱来今日咱的练诗的时间，咱第一首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这真轻快的歌啦吼。来，请咱对第一节。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遵命，真心的热情。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收赐。请咱做伙来唱哦。第一节，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遵命，亲身的脚证。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收赐。第二节。我伫救主面前反悔，脱开我有为，甲我洗清拄去我罪，主你的脚位。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收赐。这是一首真活泼的诗歌。伫咱即摆疫情伫烦恼的时，我想，这伫我会记以前宣教时，这或是福音诗歌啦吼。那讲完要讲以前，就是振兴一下安尼大家的气氛啦吼。咱即摆虽然戴口罩较无看吼，但是有缘救主耶稣愿意来听，你要听咱的恳求。咱搁来唱一摆第一节。来，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
你大是阮靠你存命，深深的确证。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收赎。第二章，我伫救主面前还回，吐去我有的，甲我洗清拄去我罪，主你的确话，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收赎。好，咱过来练另外一首圣诗351首。这是咱这个月月诗哈，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第一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收拾丰盛的活命。今仔人所欠，伊要收拾，予你甲我无欠亏一件。第二节，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予人改变的新活命。溪边这土地伊要开花，恳求的人要得高行。这首诗歌的源头是出自约翰福音的款，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应该是讲，不是好的撒玛利亚人，是耶稣去到井边，撒玛利亚人甲一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伊甲讲啥？伊讲你啉这个水就永远袂喙焦。咱就出伫遮，所以咱做者教会的诗歌也是咱拢对遮来。所以咱过来念这首诗的时，咱就要来想伊隆重的意思。上主的水泉，咱个第一节、第二节过来一遍。咱轻轻啊，作自由来唱。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收拾丰盛的活命。今仔人所欠，伊要收拾，予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予人改变的新活命。溪边大草地也要开花，祈求的人要得高行。好，咱过来唱另外一首诗。阿爸，请你安慰阮。这首歌是郑明堂老师特别为着武汉疫情所做的一条诗歌，希望透过这条诗歌，咱过来上帝求救，甲咱做伙来第一节。主你陪伴阮，你在阮无平安，用你温暖的手来牵阮。伫灾难的时阵，你的应允临到阮，为阮拭去无助的目屎。你在阮心真惊，你应光照阮的心，予阮伫你内面得到安稳。阮专心伫这祈祷，愿你听阮求讨。阮的阿爸，请你安慰我。我想伫这个疫情中，咱真侪人受到大冲击，但是当咱咧看这个大冲击的时，
咱嘛特别感谢着台湾特别受到人民，特别受到上帝的恩典。咱应该为着这，搁一届来感谢咱的主。主你陪伴阮，你在阮无平安，用你温暖的手来牵阮。你在咱的时阵，你的应允领到阮，为阮拭去无助的目屎。你在阮心真惊，你用光照阮的心，予阮伫你内面得到安慰。阮全心伫这祈祷，愿你听阮求祷。阮的阿爸，请你安慰阮。你在阮心真惊，你在阮心真惊。你用光照阮的心，予阮伫你内面得到安慰。阮全心伫这祈祷，愿你听阮求祷。阮的阿爸，请你安慰阮。阮的阿爸，请你安慰阮。阮的阿爸，请你安慰阮。特别诗人安尼讲。伊讲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所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我所倚靠的。伊讲上帝的确要救咱脱离长鸟仔的罗网、甲毒害的瘟疫，确实是安尼。咱过来唱。主你陪伴阮，你在阮无平安。用你温暖的手来牵阮，你在咱的时阵，你的应允领到阮，为阮拭去无助的目屎。你在阮心真惊，你用光照阮的心，予阮伫你内面得到安慰。阮全心伫这祈祷，愿你听阮求祷。阮的阿爸，请你安慰阮。伫在咱的心，你在阮心真惊，你用光照阮的心，予阮伫你内面得到安慰。阮全心伫这祈祷，愿你听阮求祷。阮的阿爸，请你安慰我。你在阮心真惊，你在阮心真惊，你用光照阮的心，予阮伫你内面得到安慰。阮全心伫这祈祷，愿你听阮求祷。阮的阿爸，请你安慰我。阮的阿爸，请你安慰阮。阮的阿爸，请你安慰我。阮的阿爸，请你安慰阮。阮的阿爸，请你安慰我。请咱闭目心，来开始今日的敬拜。
全地着耶和华赐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恶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恶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做伙来用信诗第351首，信诗第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赏赐丰盛的活命。既若人所欠伊，要赏赐，互你甲我无欠一件。信诗第351首，请起立吟全首。有水满满，要赏赐丰盛的活命。既若人所欠，伊要赏赐，互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互人改变的生活命。溪边搭所地也要开花，祈求的人要得高野。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有清气奇妙的平安。伫洗礼中间领受平安，为你为我逐项备办。上主的水泉使予他人，逐时逐位永袂孤单。恩惠要满满交伫灵中，攻击你我创造高野。咱踮这世间毋免惊吓，照主家是生活工作。上主的水泉使咱开力，互咱做伊忠实路步。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主祷文。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9篇，伫信息的上后壁。启应文第9篇，也就是诗篇24篇。咱做伙来启应。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伊互地囥伫大海顶面。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即款人追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
应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应邀的君王是虾米人？伊是百姓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应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应邀的君王是虾米人？伊是应邀的君王。可以到遮，咱做来唱因圣诗，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戆领。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星神，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先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先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圣诗第27首，请起立吟全首。上帝，若想就若戆领，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星星，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先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先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了解，上帝无属伊圣经，册来世间，替人类献生命。伫十日定，甘愿替赎咱罪过，流血惨死，予我通伫永活。我先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先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要过来，小家的乡的大干，叫我转去天际的花无限。我要恳诚，谦卑跪落来敬拜，保佑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先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先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坐。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啊，阮感谢你保守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也会当互阮三甲主日唱歌、学录、听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教示。主啊，即摆全世界因为新冠状肺炎疫情的关系，互真侪人失去健康，限制活动，也互真侪人心中充满惊吓。虽然阮相信主一定会看顾保守阮度过即个疫情，但是也求主赐智慧伫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的心上，互因知影安怎处理面对即个艰难的状况，互阮我靠主度过即个难关。主啊，今仔日有3位新的执事要就任，
求主保守因的骹步，互因伫服侍的时阵加添气力。拄着失志的时阵，求主扶持引带，互阮伫服侍面顶会感觉心灵满足。因为主你讲，施比受更有福，就是互人的人必得到的人更加有福气。感谢主，阮也要将今仔日礼拜恭敬放伫你的手中，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专心仰望你，拍开阮的心门。搁一摆邀请你进入阮的心，互信心充满。阮感谢你，求你保守今仔日礼拜一切行程会顺利，嘛互阮会当放下一切来追求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这是咱做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5节到15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5节到15节，伫圣经新约的部分第6页。现着我来读第5节。恁祈祷的时，无得亲像过好的人。因为因爱徛伫会堂甲大街面的约角祈祷，要互人看见。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受到因的报赏啦。叨叨你祈祷的时，着立你的目房关门，求你的爸踮伫阮捌的，就你的爸监察伫阮捌的，要报答你。搁恁祈祷的时，话无得豆豆长，亲像外邦人，因为因拍算讲侪话，才得到听见。所以恁无得学因，因为因要求因的大身。恁的爸已经知恁所欠因的，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高领教，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第13节，无得带阮入地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圣经读到遮，献诗圣歌队要献的诗是永远光明。
讲道，你无所的题目是学习祈祷的功课。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欢喜来到伫你的面头前，三甲自己来敬拜。主，阮知，当伫即个喜宴流行的时刻，阮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予阮有好政府的官员来担当一切防疫的事，也有阮会通伫平安的时，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头前，恳求主你继续来扶持甲帮赞，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特别求你赏赐你的平安伫阮中间心中行兄的兄弟姊妹，特别是伫阮的社会，主阮知侪人也心中充满着惊吓。甚至伫社会中间，对伫遐个受隔离的人，因猎物，因想要将一切对因造成有威胁的物件，甚至是人拢除掉。主，阮知这是阮的心无平安，这是阮的心底有深深的惊吓。愿主你的圣神伫阮的社会的内面，也施落你的安慰。施落你的平安，互阮的社会会当充满一个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互相支持、相辅助、相关心，但是阮也会晓得保护家己安全的社会。愿主你的灵甲阮三甲伫地，愿主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伫你面头前，也是伫直播做伙参与伫祈祷中间，无法度来到伫阮中间，但是阮做伙敬拜兄弟姊妹的身上。愿主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伫即届阮的敬拜的内面，阮清楚明白主你甲阮三甲伫地，无论是伫即个所在，还是伫厝内，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咱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你祝福伫阮下面所要进行，无论是分享还是一切听事的内面。伫你的面头前，阮献上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我忽然间我毋知影讲我爱甲我的喙暗摕落来，还是无需要摕落来。因为伫阮的教会，阮较矮，所以阮的兄弟姊妹。牧师若咳一声，因会感觉有惊吓，所以我就拢会甲喙暗挂掉咧。我想我今仔日伫即个所在，我抑阁是甲喙暗挂咧。一方面，这是一种的安全，也会通互咱会通更较安心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今仔甲咱做伙来分享即个题目，学习祈祷的功课。祈祷应该是。诚做一个基督徒真应该会晓的一个基本的功课，也是讲基本的能力。但是我想咱拢知影，讲侪时阵，诚做基督徒其实是足惊伫人的面头前祈祷。伫厝内家己祈祷无要紧，但是要叫咱徛起来伫人的面头前祈祷拢会惊吓，因为毋知影讲到底要祈祷啥，也是有当时也会感觉讲祈祷了好歹惊人会笑。我细汉的时阵真惊伫人的面头前祈祷，囡仔的时阵就伫教会内面伫出入，就甲咱即马教会的主日学的囡仔共款。其实伫妈妈的腹肚的时阵，就已经拢伫礼拜堂但是犹原惊啦，伫人的面头前祈祷。有一摆礼拜日的暗时阮做伙食饭，我的阿嬷伫食饭、食暗顿进前，逐个人坐做伙的时阵，忽然间甲逐个讲，今仔日牧师有礼拜时阵有甲逐个教，食饭前爱做伙唱歌、吟诗、甲祈祷。我毋知阮阿嬷是安怎较听过牧师的话，你敢知影？牧师做礼拜的时阵，伫
讲台顶头的讲道，伊毋领甲听入去，伊搁转去厝里，伊就要照安尼行。牧师伫台仔顶所讲的，伊讲咱若转去厝里的时阵，食暗顿食饭进前，咱拢会使吟诗，爱祈祷，然后才来食饭。伊迄礼拜转去就真正讲，咱爱照安尼做，所以伊圣诗就摕起来。伫遐经一条诗曲，我欠用主。我想咱若伫教会真久的人，应该晓唱即条诗歌吼。诗曲我欠用主，即条诗歌吼的第一段吼，我对细汉就晓背。因为食饭前，对迄天开始食饭前，拢爱唱即条歌。毋尔安尼哦，即条诗歌唱了后。阮阿嬷带阮做一个祈祷，祈祷了后，搁唱上帝要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唱即条圣诗了后，才开始食饭。所以对迄当阵开始，阮的厝就有一个习惯，一定爱逐个人做伙自习。坐好了后，先唱圣诗。然后，阮阿嬷带阮祈祷，祈祷了后，搁唱圣诗，了后才有做伙食饭。后来，阮阿嬷感觉讲，大家拢伊祈祷嘛毋对，所以安那，所以爱轮，逐个人开始轮。对伊开始到阮阿公、阮爸爸、阮妈妈、阮爸爸坐船，迄当阵坐船差不多规年头当无几工伫厝里。但是轮了就变做轮阮遮的囡仔。阮遐阿姑若还袂，迄当阵阮遐细汉，我的阿姑还在读册的时阵，阮的阿姑因爱轮流祈祷，轮到尾就轮到阮遮的囡仔。几岁囡仔尔嘛是爱祈祷，搁袂使干那念主祷文，搁一定要用祈祷的。伫迄个所在开始。就诚做一个习惯，诚做一个阮的家庭的仪式。咱进前有一段时间伫鼓舞爱有家庭祭坛，我感觉迄就是阮兜的家庭祭坛。因为阮咧食饭，特别是食暗顿，无迄个讲你旁饭饭旁的菜眼的，然后就走去边仔家己食饭，也是一面看电视一面食饭的代志，无迄个代志，一定是逐个人坐做伙。吟诗、祈祷、吟诗了后，才有开始做伙食饭。也因为安尼，所以逐个人拢会当伫饭桌仔顶头，伫遐讲话，伫迄台遐开讲，做伙食饭。我感觉迄个感受真好。毋尔安尼，我的阿姑，我本来的阿姑，迄当阵咱做少年，所以有男朋友来咧约。男朋友来这约的时阵，有当时会来阮兜食饭。我的姑丈，我的三姑丈特别甲我讲，迄当阵来到阮兜，上惊就是要甲阮做伙食暗顿，因为食暗顿进前拢爱安那，拢爱吟圣诗，拢爱祈祷。迄当阵伊伫信仰的顶头，其实也无真清楚，所以伊感觉坐伫迄个所在吟圣诗祈祷是一种介像是。苦行安尼吼，大家若要来约女朋友去厝里食饭，就爱吟诗祈祷安尼。毋过，当结婚了后，当因对台北转去到伫阮故乡高雄的厝的时阵，有一届伊甲我讲，迄当阵足艰苦，但是即当阵上少年的就是迄段时间。所以常常伫阮。要三甲自己要食饭的时间是换做伊主动咧摕，安尼咱开始来吟诗，吟诗祈祷，然后食饭。这是一个阮兜的方式。但是对我来讲，这段时间嘛是真痛苦的时间。迄个痛苦毋是讲一定爱祈祷，迄个痛苦是讲。如果
我想咱在座大部分的人拢知影，阮兜食饭伫迄当阵，阮妈妈煮好开始要食饭，大概6点。6点对囡仔来讲，迄是一个足重要的时间。为什么讲迄是一个足重要的时间？迄当阵3大的卡通影片拢伫6点开始做。做囡仔的人想要看卡通影片啊，所以常常是迄个换体的、残硬的，我就想要走去客厅去看卡通影片，但是袂使。爱坐伫迄个所在，等逐个人做伙，然后爱伫迄个所在，搁唱圣诗祈祷，了后食饭，听候食差不多啊吼，卡通影片嘛要做了。我做侪卡通影片的完结篇无看到，做有做的。所以大汉的时阵看到的口即马有几套的吼，有当时就要转来甲看，看讲到底结局是啥物货。因为迄当阵真正感觉讲啊，为什么要遐麻烦？为什么要遐麻烦？为什么爱祈祷？为什么爱吟诗？嘛是安尼讲啊，渐渐甲阮锻炼，互阮会晓伫人的面头前来祈祷。我阿伯较少伫厝内，伊开始食头路，结婚了伊就离开阮的家庭。阮的即个大家庭吼，有当时伊转来，伊转来时阵，阮的习惯嘛无，因为伊转来就无去，嘛是讲共款爱吟诗祈祷。有一摆伊转来时，我阿嬷就讲，安尼即摆换你祈祷。然后阮就真正唱圣诗唱的，诗曲我欠名字，然后换做伊开始祈祷。伊头壳阮逐个人已经准备好要听伊祈祷。伊第一句话讲。上帝啊，晚安！阮全规个人拢笑出来，包括阮阿嬷拢笑出来。阁袂当笑伤大声，因为阮毋捌听过人安尼祈祷的，讲上帝啊，晚安。这是毋是祈祷？这嘛是祈祷啊，因为阮无法度甲伊讲伊毋对啊，伊甲上帝拍招呼有啥物毋对？上帝啊，晚安！这是我听过上特别的开始的祈祷。嘛感觉真有意思。上帝啊，晚安！阮兜平常是袂安尼祈祷，因为阮阿嬷讲阮训练了袂歹，知影一开始安怎祈祷，过来安怎祈祷。但是上帝无讲袂当安尼祈祷。所以伫即个所在要甲咱分享的头一个，就是讲祈祷的方式真多，祈祷的内容嘛百种，照着咱甲上帝的关系，照着咱。甲上帝迄款面对面你要甲上帝所讲的话，真简单来讲出来，真简单对上帝讲话，迄就是一个祈祷。上帝袂拒绝听咱的祈祷。伫旧约的内面有一个人的祈祷真特别，因为伊是对上帝受气。迄是一个对上帝受气的祈祷。平常时咱祈祷的时阵，咱大概毋敢甲上帝受气，特别是做基督徒久的拢知影讲，上帝这是爱敬畏的爱敬畏的上帝，啥物人敢对伊受气？咱嘛是偏懵咧听上帝的话较要紧，毋是甲上帝受气。但是咱知影讲，旧约有一个人的祈祷是对上帝受气，这个人就是约拿。约拿即个先知足趣味的，上帝呼召伊出来做先知，其他的先知，逐个人拢安那，拢心内拢战战兢兢拢真谨慎。上帝爱安怎做，伊就安怎做。但是约拿毋是，上帝你要叫我做先知，我无爱，我偏偏要走去西班牙，我要走去塔西迄个所在，西班牙迄个所在，离开遐，但是佫去互上帝叫转来。去互上帝叫转来，伊伫尼尼微城只好就照上帝的意思来传上帝的话，然后伊无想到讲尼尼微城真正规个拢总反悔。伫第4章，约拿书4章伫第4章的所在，一开始伊就安尼咧写讲对即件代志，约拿真无欢喜，非常受气，所以伊就祈祷讲。上帝啊，伫我离开家乡以前，我毋是讲你一定会安尼做吗？安怎做？
因若反悔时，你着怜悯，你着袂搁甲走灭啦。就是因为即个缘故，所以我尽我的所能，要走往他西，要走往西班牙去。我知影你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你无快快受气，你满有仁慈，常常改变心意，无要处罚人。所以上帝啊，互我死啦，互我死啦，我死比活的较好。我毋知你敢敢甲上帝安尼祈祷？甲上帝讲，上帝，我著知哦，你著一定袂照你原本讲的意思来做啦。你著一定会反悔啦，因为你怜悯人啦，你疼惜人啦，所以遐个人若已经反悔啊，你著袂安那，你著袂甲走灭。遐个人迄定尼尼微城的人是啥物款的人？是以色列人的对顶呢。对伫约拿来讲，上帝你家走灭上好啊，因为迄个是因的首都。我毋知咱有偌侪人种愿望讲有一粒陨石吼，会当落去落伫迄个北京的所在。毋知有人安尼想过无吼？我知影有人安尼想过啦吼，伊足愿望的。但是伊甲上帝讲上帝啊，我知影你因若反悔，你著一定会安那行怜悯，你著袂甲因走灭。尼尼微城就是就是反悔，所以上帝怜悯因，无要甲因走灭。所以上帝互我死好啦，我死比活得较好。这是约拿的祈祷，竟然敢甲上帝讲，互我死较好啦。我想讲，我若安尼祈祷，万一上帝若甲我应一声好，我毋知要安怎呢？互我死啦！上帝讲好，我信不下去。约拿的祈祷是对上帝受气，甚至迄个求死，伫上帝面头前求死。当然，咱会当讲约拿是讲气话啦，吼，约拿在讲气话，但是上帝有回应伊的祈祷哦。伊对上帝受气，上帝有回应伊的祈祷。我毋是讲咱逐个人拢爱去做迄款受气的祈祷，是咧讲咱受气的缘故，若是对上帝，安尼你有缘是咧做一个受气的祈祷。毋过咱的主是真心胸真宽的上帝，伊有缘要回应咱的祈祷，因有缘知影咱所心头所挂意的事，挂意的点伫什么所在，咱的主愿意回应咱的祈祷。今仔日咱的经文，今仔日所看到的是耶稣在教示咱怎样祈祷。如果咱若对比路加福音11章，咱会通发觉一件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耶稣的学生嘛袂晓祈祷。耶稣的学生嘛袂晓祈祷，所以耶稣的学生甲耶稣讲：主啊，你是毋是当教阮祈祷，亲像约翰行洗礼约翰教导伊的学生共款？行洗礼约翰教导伊的学生做迄个反悔认罪的祈祷，所以伫即当阵，耶稣的学生伫甲耶稣讲：主啊，你是毋是有哪会当教阮祈祷？互阮亲像行洗礼约翰伫教伊的学生共款，互阮知影要安怎祈祷。所以伫即个时阵，这是路加福音11章的时阵的背景。伫即个遮。马太福音虽然无即个背景，但是咱会通知即个经文、即个祈祷的方式，也是讲即个祈祷的内容，大概甲即个学生有关系。伫即段的经文的内面，耶稣在教示咱怎样祈祷。大先耶稣甲咱讲几件毋通做的代志，祈祷的时阵毋通做的代志。头一个伊甲咱讲，恁祈祷的时阵，无得亲像假好的人。
因为因爱徛伫会堂甲大家的大家面的约角祈祷，要互人看见。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受到因的报赏啦。耶稣并无禁止人讲你袂使对上帝受气祈祷。耶稣甲咱讲一个环境，莫亲像假好的人，莫徛伫约角的所在。谁啊？约角的所在，爱徛伫约角的所在。即边来看到，迄边来看到，对面来看到，遐对面来拢看会到。逐个人拢看到你伫遐咧祈祷，毋通徛伫迄个所在来祈祷。人加加减减拢想要展现家己的想法吼。过去伫咱的社会内面，咱较内敛，吼，所以比较较会去对别人，毋敢家己有啥物款会表现出来吼。所以大概是对流行行，大部分的人安尼做，咱才会对因安尼做。有当时咱伫做一寡代志的时阵，咱会先看卖讲其他的教会有安尼做无？咱的教会才来参考，才来讲咱的教会有要安尼做无？但是即马，甲古早，特别是甲我少年的时阵，我相信哪来哪无共款。即马拢伫鼓励遮的少年人爱表现家己。你若搞怪，你若作怪，吼你着哪会去互人看到？去互人看到，表示你比别人较有机会。所以咱会发觉讲，即摆少年人真愿意表现家己。耶稣甲咱讲，有一寡人，因真假好，假影家己真虔诚，所以伊想要别人注意到着伊的虔诚，因此徛伫逐个拢看会到的所在祈祷，互逐个人拢看会到。即个祈祷安尼会使无？会使啦，毋是袂使。耶稣无讲安尼袂使，耶稣无讲安尼袂使。但是耶稣讲一项足有意思的，伊讲：你若安尼祈祷，逐个人拢看会到你祈祷，这就是你的报赏。所以，如果咱做祈祷有上帝的报赏伫迄个中间的时阵，如果咱若是徛伫人的面头前挑工，我感觉这甲咱的功德无共款哦。咱的功德是甲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伫即个所在带逐个人做伙敬拜上帝。甲迄个挑工徛伫人看会到的所在，伫遐祈祷互人看。讲你甲看，我足虔诚的，我有祈祷，这是两个无共款的吼。咱像咱的带咱敬拜的同工，咱的师会，甚至牧师伫即台遮带大家做伙祈祷，这是一个咱的礼拜的程序，这是公共，逐个人做伙的祈祷。甲我特别徛伫一个所在，我祈祷互人看，互逐个人看会到我真虔诚，迄是无共款的。特别是伫古早的时阵，伫迄个初代教会耶稣迄个时阵，侪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因会安尼做。因伫迄个所在，祈祷伫人的看会到的所在，伫遐要祈祷，互人看，讲我真虔诚，人我拢有祈祷。圣经内面要求我一工祈祷3届5届，我着徛伫迄个所在，时间若到，我着徛过迄个所在祈祷，互人看，讲你甲看我有安尼祈祷。当然，即款的祈祷毋是袂使，但是耶稣讲，人看会到就是你的回报啊。耶稣无鼓励即款的祈祷。第二个无需要做的代志是，第6章第7节，伊伫遐讲，搁恁祈祷的时无伫斗阵，亲像外邦人，因为因拍算讲侪侪话，才会得到听见。祈祷无需要斗阵啦吼，就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有个人以为祈祷哪长，哪会当表示家己的虔诚，所以祈祷的时阵，一直重复祈祷的
共款祈祷的内容，对正边祈祷过来，对倒边祈祷转去，啊，对顶头祈祷落，拢在讲同一件代志。耶稣讲无需要安尼，简单明了就会使。逐摆若听到简单明了，我就想到古早吴木生牧师伊在生的时阵，伊上爱讲一句话，就讲简单明了，上细讲。讲互清楚。但是简单明了，莫伤拖。耶稣进一步咧讲明，咧甲咱鼓励讲伫密室的内面，密室的内面祈祷，得到上帝会通得到上帝来听的祈祷。其实伊咧甲咱讲一项代志，就是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互家己甲上帝无受搅扰的空间甲时间。这咱的祈祷是上会当互上帝听见的祈祷吼。这个行动嘛是代表咱愿意用这段时间来亲近上帝。有当时咱会讲，特别是亲子的关系时阵，咱会讲，咱要陪伴囡仔的时阵，来用一段时间出来吼，特别。阁无偌久，大概母亲节到啊，大概咱又阁会来准备要庆祝母亲节。母亲节时阵常常会讲起着迄个亲子的关系。当咱要陪伴囡仔的时阵，有专心无？囡仔上清楚啦。囡仔上清楚。你到底有专心想要陪伴伊？有专心无？你会发觉有当时囡仔会安那？咱在甲囡仔讲话，但是咱若无真正专心在甲囡仔讲话，伊会甲头壳伸来你的面头前咩？伫遐看你讲我伫即个所在，你还甲我讲话。有的囡仔甚至会甲咱的头壳安那活按伊的面头前去，伊望你会通专心甲伊讲话，伊望迄个专心的陪伴是真实的。一个囡仔都拢会感受到，讲咱有专心无专心啊？何况是全能的上帝？何况是咱甲上帝在沟通、在祈祷？这个功课，我想嘛是咱来学习的。接下落来我想咱伫这段经文内面，咱拢知上帝的耶稣在甲咱教的这个祈祷文，主的祈祷文。讲，阮伫天灵的爸，这是对上帝的称呼。你甲牧师讲话，大概你会先叫一声你牧师，特别是阮来牧师的时阵，可能你还阁挂名出来，你姓个牧师，安尼我才知影讲，你咧叫是叫我。这个对，咱咧讲对频才对着，对频才对着。无，若阮来牧师你咧叫，逐个人拢回头，毋知影你要甲啥物人讲话。共款，咱祈祷的时阵，对上帝有一个称呼，这个是要对频。咱对上帝的称呼，相信嘛，表达出咱对上帝的期待。你伫悲伤的时阵，你可能会讲慈悲怜悯的上帝；你为着人祈祷的时阵，这个人真伤心，你可能会讲安慰人的上帝；你伫需要勇气的时阵，你可能会讲万军的耶和华；你伫需要一般的时阵好亲像囡仔要甲老爸讲话时，你可能会讲亲爱的天父上帝。这是咱对咱的主的称呼，咱对咱的主的称呼。这个称呼嘛，表达咱对咱的主的期待，甲咱甲上帝的关系。囡仔，那主日学咱咧教囡仔结束的祈祷的时阵，会讲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小孩祷告这是表示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但是有当时你会发觉讲，我像牧师对囡仔的时阵开始，拢伫教会内面出去老师主日学嘛，老师安尼甲我教。若无细字的时阵迄个小孩祷告嘛会走出来哦。我牧师，你已经食到遮尔大汉啊！你搁做牧师你搁讲小孩祷告有要紧无？无要紧啦，但是怪怪，怪怪。
毋过如果咱若伫迄个密室的时阵，伫密房的时阵，你要安怎小孩祷告，敢有要紧？无要紧啊！原本咱甲上帝，咱就亲像囡仔共款，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天父甲囡仔的关系，敢毋是？所以为什么耶稣伫即内只鼓励讲，咱伫密室的内面祈祷，家己一个人安静的祈祷，会通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哪来哪亲密，会通甲咱嘛毋免伫迄个所在惊人笑。我看原本就甲上帝看做是我的老爸天父上帝，我讲小孩祷告敢有要紧？完全无要紧，敢毋是？所以耶稣甲咱讲伫迄个所在，咱伫密房的内面祈祷，然后咱一开始的时阵阮伫天灵的爸，迄是一个称呼接续有三个愿望，有三个愿意，愿你的名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耶稣一开始的时阵，并无马上进入伫恳求，嘛无马上就进入伫感谢。伊先讲出伊的意愿，愿人拢尊上帝的名做神，愿上帝的旨意行伫即个地面上，伫世上来掌权。愿上帝的旨意行伫即个地面上，亲像行伫天灵共款。换一句话，耶稣用上帝做中心，毋是掠家己的需要做中心。咱的祈祷常常会跳过即个部分，咱的祈祷常常会跳过即个部分，因为咱的文化袂去共学乐，较袂去共学乐，袂去共祝福。咱绝大部分甲上帝祈祷，可能拢是恳求，可能拢愿望对方会通变了搁较好，愿望对方较加油咧，等等，迄款的迄个愿，迄款的愿，迄个祝福，甚至是祝福，伫咱的文化的内面，较袂晓，较少出来。我相信有当时咱要甲人讲祝福的话嘛，无遐尼容易，因为伫咱的文化的内面无即款的情形。过来，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这我想咱拢真熟，这是咱生活中间的需要。毋是干那日式尔，可能咱的欠用，可能咱的需要、身体健康等等，拢属伫即个部分。过来12节讲着讲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对家己的心肠，对家己去互上帝的听，对家己的心肠去领受着上帝的怜悯甲赦免，然后看见别人的需要。我知影讲我有毋对，我知影讲上帝愿意饶赦我，所以我也愿意去饶赦得罪我的人。其实这是认罪的一个部分。赦免我的辜负就是认罪，敢毋是？因为咱有辜负，咱对上帝有辜负，咱有得罪上帝所在，所以求上帝的赦免，赦免我的辜负。毋尔安尼，对这个所在，咱爱去赦免别人对咱的辜负。上帝怎样对待咱，咱学习怎样去对待别人。无得带阮入伫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搁较进一步，毋然是干那恳求讲伫我日常生活的需要尔定。搁较进一步是恳求上帝保护咱、保守咱，拯救咱脱离邪恶的手。试炼其实嘛是一种的引诱，求上帝保守咱无受试炼，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无，互咱会通伫迄个试炼的内面来得到平安。最后，咱拢知影个，最后的部分伫迄个所在，咱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是咱知这是耶稣所讲的，甲咱讲奉主的名来祈祷。咱拢伫祈祷的最后，咱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用阿门来做结束。所以，咱是伫祈祷的内面，咱会先呼求上帝的名，
则个用上帝做中心来做的祈愿的愿意来做祈祷，为着家己的需要祈祷，有认罪的祈祷，有代求的祈祷，有恳求上帝的保守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伫遮个祈祷的内面有侪，咱会通发觉，当咱安尼一项一项看过去的时阵，会足深入知影讲耶稣在教导咱祈祷的时阵，有啥物款的物件咱会通放入去。当然，毋是逐摆祈祷拢爱甲遮个物件拢总放入去，咱会通针对咱家己的需要甲欠缺来祈祷，甚至是即个所在无提起着的，咱嘛会通放入伫咱的祈祷的中间。那安尼，我相信咱会发觉原来咱毋免惊伊无物件祈祷，咱的祈祷的内容嘛会哪来哪侪，哪来哪丰富。主祷文无长，主祷文无长，咱足侪人我相信拢会晓背。但是这是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我相信咱会通对即个所在来学习，来做一个延伸。我相信咱拢会通成做一个无惊祈祷的基督徒。只要咱愿意照安尼来行，愿意照安尼来学习，愿意照安尼来操练。如果你若肯食饭的时，你嘛会使安尼祈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求你的灵，甲阮三甲伫地，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伫你的内面，阮知阮甲你是亲密的关系。互阮亲像细囝共款，甲你讲亲密的话。互阮的祈祷拢无规伫空空。互阮的祈祷充满着快乐。互阮的祈祷得到主你的欢喜、接纳甲祝福。愿主你祝福伫你面头前每一位兄弟，伫看直播的兄弟姊妹的心上，祝阮伫你的面头前，阮安尼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这是咱做的来用信息第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施恩，靠你尊名，深深的确诚。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缺，你大富有，恳求你赏赐。信息第344首，请起立音转手。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施恩，靠你尊名，深深的确诚。愿你听我求，我有欠缺你大富，恳求你赏赐。我伫求主面前反悔，吐去我有悔，我细心拄去我罪，主你的口话。愿你听我求，我有欠缺你大富，恳求你赏赐。主耶稣你大功劳，我负担我苦，我是比上失措，你
尊我基督，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福，恳求你相思，我心幸无我命正路，只有主耶稣。我担当艰苦，天下无白路。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福，恳求你相思。请坐，备办性来奉献。今仔日咱有2项的事需要伫即个所在来进行。头一个就是伫咱顶一届的中级的选举了后，咱有2位咱的长老因退休咱常伫讲伫上帝面头前有退啦无休咱继续服侍但是李长老甲陈长老因伫咱的中间服侍久久教会咱的小会，咱感觉讲想要对因有一个好的表达感谢因久长伫教会内面的服侍因付出真侪的时间真侪的精神互咱的教会会通有好的成长特别是甲牧者因拢有好的互相的配搭互咱的教会真好势所以我嘛咱的小会特别咱的同工5万
通过安尼，互咱知影讲，咱的教会其实对伫咱真侪付出的同工，咱有知因的辛苦，嘛毋望通过安尼恳求上帝来纪念因过去久久的着磨。所以咱伫即当中，咱有纪念品要来赠送互李长老、李文福长老甲陈胜雄长老要来赠送伫因来，请恁来头前好无？陈长老来，牧师来代表教会，来赠送因即两个场。咱请咱兄弟姊妹啦，请咱兄弟姊妹。即当阵喙红就足重要，就迄个咱爱保持社交距离。伫即来遮，有要互一个是李文福长老金田英体，你用云顶做年会下免流，你的路径拢有留在地，这是诗篇65篇第2章这李文福长老。同款陈胜雄长老金田英体，用云顶诚做年会免流，路径拢有留在地，来感谢陈长老。做即项代志了后，咱爱甲即款的服饰传承落去。所以咱伫即当中，咱有3位执事，咱是补选出来。曹明祥、施新宇甲张恩新，即3位要来就任，诚侪咱的执事接续来服侍，接续伫教会内面。所以请即3位来到伫头前，好无？来，请咱头前吼，嘿，一个，嘿，3个好。这咱是照着教会规矩，要来举行咱执事的上任。这当中教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曹明祥、施新宇甲张恩新3位来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竞选人来协助牧师长老，互因会通专心服侍上帝的话甲圣礼。所以伫即当中，牧师有几个问题要来甲3位来请问照着恁的心来回答。来入世头一个恁当要领受执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无？恁愿意做文山教会的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以及传道师来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愿意安尼行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像囝若关系教会事务，就倚靠伊来说法。恁有要安尼行也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好，来，即当阵要请兄弟姊妹起立，咱有缘做伙伫上帝面头前来誓约。恁已经竞选曹明祥、施新宇、张恩新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着敬重因、疼痛因、替因祈祷。恁有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社会说法。毋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
恁有要安尼行啊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做的同工伫即个中间来着我，特别今仔日，阮3位的同工徛伫主你的面头前，伫即个所在誓约，欢喜将因家己的时间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因做伙同心服侍教会，甲其他的中级同工甲牧师、甲传道师做伙同工，要互主你的教会搁较得到兴起。愿主你的灵充满伫因的心上，愿主你祝福伫因的顶面，无论伫因的事业、伫因的家庭、伫因的所行所做，拢有主你的神甲因同在。特别伫因的信仰的顶头，也会通哪来哪加添，哪来哪长进，会通诚侪兄弟姊妹的模范甲帮助。愿主你的圣神甲因三个伫地，坚固因所行所做。愿主你的灵伫即个中间充满，也互阮兄弟姊妹诚侪因的带导的帮助甲因扶持，甲因疼惜互因伫遮服侍中间，哪服侍哪有快乐，哪服侍哪有能力。主，阮伫你的面头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即当阵来做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东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文山东会的执事，煞通知政会有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但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传道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的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请咱活安后壁去吼，来请咱的迄个长老小会员来行接纳的礼，咱即当阵无握手啦吼，但是咱即当阵会当甲因举迄个即个叫啥啦？拱手吼，拱手。这算嘛是一种的多谢，多谢因过来，因所爱付出的时间，因爱付出的能力甲快乐，咱拍扑啊！请3位会当登去，回座，会当回座。下面的时间来交转来伫书会。刷来，我来报告。伫报告台先，咱先看周报第2页，周报第2页下骹下面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解。恁祈祷的时，无得亲像过好的人，因为因爱徛伫会堂甲大街面的我甲祈祷，要互人看见。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受到因的报赏啦。马太福音第6章第5节。恁祈祷的时，无得亲像过好的人，因为因爱徛伫会堂甲大街面的我甲祈祷，要互人看见。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受到因的报赏啦。马太福音第6章第5节。后周的圣工分担，请咱家己来看。5月份的得月长老是张云林长老。后周的礼拜，主理是黄传道，伊的题目是耶稣是咱的牧者。圣经是诗篇23篇，彼得前书第2章19节到25节。
信息是375首、272首、136首、389首。客运文是第8篇，根据是彼得前书第2章第20节到21节。咱转去会当先家己来看。即摆来宣告周报的第6页。教会通消息报告第1点，感谢本会李文福长老、陈信雄长老奉献伫本会，即摆要应退。教会感谢因两位长老的付出甲奉献。送两位长老礼物纪念。第2，执事就任，本主日礼拜举行执事就任，就任名单是曹明祥、施新宇、张恩兴、阮祝素福。第3，要进让温度的同工。5月份台语甲华语礼拜要增量体温，甲拜6消毒的同工，请会当5月份的伫我长老张文佑长老来报名。5月有5月3号、5月10号、甲5月17号、5月24号、甲5月31号，会当张文林长老来报名。第4，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寡事项要提醒一下。第1，聚会进前请消毒甲洗手，配合量体温。夜温若是悬超过37.5，就是请会当回去休困，也是要去看医生。第2，若是你地震14天之内你有出国，也是有近身接触者，请伫厝内透过直播来聚会。第3，若是毋是真正必要的时阵，减少来教会会出入的迄个机会，降低风险。第4，聚会会开窗仔门通风，嘛会开空调，咱这个时阵拉开间距，减少聚会人数，会当调整去参加华语礼拜。团契聚会爱挂喙罨，爱有通风的场所，新堂的2楼甲旧堂进行。第5点，会友的防疫期间有一个赖的群组，会当邀请所有会友会当加入。若是有一寡新的消息，会伫迄个赖的群组面顶通知，所以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人伫迄个群组内底安尼。若是伫到周间的时阵，若是有消息的上新的消息，会伫面顶通知，较免去消息无去收到。第6，礼拜上线直播，台语甲华语礼拜有直播，会当连接 QR code， 也是去 YouTube 网站搜寻文山教会音控室。就当看到着礼拜直播啊。第7，礼拜组开会通知，礼拜4工组会议定伫5月3号下晡1点伫团契教室举行，请相关的长职同工出席参加。第8，长职会开会时间会变动，5月份的长职会开会时间要调整到第3个礼拜，就是5月17号召开。第9，奖学金颁发的通知，本会要伫5月10号颁发奖学金。第10， 5月份的寿星，周报第9页有5月份的寿星，祝因生日快乐。一寡基体交通、教界消息，甲儿童主日后的一寡消息，咱会当家己来看。请问今仔日敢有新来的？好无？好，咱来要用刷尾面的诗，信息398首，信息398首，
因时煞，请你牧师祝祷。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通亲像囝儿，听通亲像囝儿，星星个人个人感动，徛起大人心内。咱相逢一世到万世代，一世到万世代。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伴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佮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上帝祝福。